这个除了基本的这个介绍之外吼，当然咱可能用一首这个东西吼来做，甲大家来分享。一般咱来讲，咱这个课程就是讲，甲过去咱的祖先读册写，佮用心出的咱个啦，吼，其实无遐尼严肃，无遐尼紧张的代志吼，大家来讲哦，想着讲要吟诗，哦，这袂是偌严重，天要落来，其实无遐严重啦。吟诗就是读册写，简单两名讲一句，较暗着就是安尼个吼，就是讲你迄个拼写，哦，上尾拼写，哦，这当然咱个课程咱会来解说，会来讲，哦，就是关键的拼写字加一项。你嘛加装饰音，其他的这些，就是照读册速度，安尼尔啦。你把这个环节，你会感觉吟诗本来就是足看外的代志啦，足轻松的代志啦，咱甲初学的人慢慢来学，慢慢来吟，慢慢来读，咱因为咱的语言就是遮尔好，等下咱再来。同齐来分享，你弹落去，迄个 melody 就自然就出来，好来，这个请大家，咱大家来，所有的这个诗词或者咱一律读这个文读音，不是这个口语音啦，好来，咱请各位跟我读这个春晓，联合人众，春眠不觉晓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夜来风雨声。花落地儿笑，花落地儿笑。这就是甲互大家共款的，行的这几条是关键的拼写字啦。这听我要来开较长咧，我读一遍，大家。请我对我读者，春眠不觉晓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夜来风雨声。花落地儿笑，花落地儿笑。古早人就是你去看三百年代哇，一个海棠就是这几日的海棠出来动下啦，春眠不觉晓，来预备起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。这海棠的花落地儿笑。就是这样来，这吧，要吟对吧？春眠，来看了，春眠不觉晓这个春眠不觉晓，就是不觉晓，不觉晓那个春眠不觉晓，这边落地就出来，来预备起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。闻啼鸟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地儿笑，对吧？安尼个，咱即摆为着要加强大家记忆力，请大家用瑞。来，春眠不觉晓，来预备起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地儿笑。这是尾啊啦相识满天下，地心有意情。酒红地意映，西向会人迎。上文石头，东西三百首。对，可作诗也会吟，
用这丝哦，这丝的丝，啊，咱咧关机吼，平做关机是咱关机啊。两两节啊嘛。啊，我唱关啊，唱机这样。哦，啊你唱关唱机，你有当时爱家己爱调节哦。但是你像他讲春眠不觉晓，啊就春眠不觉晓就无啊。那个 melody 做出来，你著顺迄个咱你弹的吼，慢慢咱弹迄个 melody 就会使啊。一首来讲，文上以上对无？好啊，迄是你把它唱文上以上，哦对无？啊你把它你第一字你把它无拍无拍啊无拍。文，这科比拢在你见无问题。啊，你其他就把它起拍，文，你其他两个就落特吼，哦，两个调啊，哦，你就来看落去，文上以上。吟诗吼，吟诗同自由，伊讲唱迄个歌，迄个流浪有感觉，什么跑啊落地，靠着热死我，哦，伊个应该话就话，即你家己欢喜就好，吼。啊，吟诗是即个规则是合理，但是毋是绝对的。啊，你若吟出来会好听，人会哦，人会赞同，会感觉好听，啊，就对了，吼，无绝对的哦。好，所以伫诗的角度是足浪漫的、足罗曼蒂克、足开朗、足自由的。好，啊，其实字典就是要查你读音哦。啊，这讲起来，迄个古早迄老先生伊就，甲人空气一点伊就通啊加这几项字，迄样加袂煞啊。一层是茶叶还是1:3？哎，大家通我空气一点是用咱这河洛话来测音，啥做测音就是拼音，是测出来是咱的河洛话，不是北京语哦，北京话测不出来哦。啊，这个大家要看看搞，好，康熙字典用北京话测不成现在的国语的北京话的音。一般咱是拢用那个对音波感啊，其他的迄个字典哦。啊，到最后你若无法度听起落的是，一般的老师一般呀。先是伊就是拢用空气字典做最后的评估。那小同学，你刚才让按老师的音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我是上普通自由，拢你咯，啊，这个免烦恼什么班卡啥个无，我把条款肯定我的部落是独立啦，啊，大家有顺利，你的Google Google 大外雅虎啊，有一寡语音吼，中华电信的有68000几个电话人数啦，啊，若迄个 YouTube 有24.5啦，吼，内底足济啦，吼。